讲到伊个我无过犁头失志，咱请庄牧师。愿恁平安，愿咱领受主耶稣的平安。咱同齐搁一摆来祈祷。主耶稣伫过我的日子，愿亲像你身边遐个失志、头犁犁的学生，愿定心来求求你的名。愿你亲像早时，你降临伫德堂教会的礼拜堂。对阮讲，愿恁平安。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的心火热，互阮领受对天灵来所想事圣神的充满，互每一个囡仔、大人，拢看见主你国我的阳光。因为这是国我的日，你已经国我。阮伫你面前用基督的心来听这段的见证。就是记载伫路加24章革流巴的见证，愿伊的见证甲伊的故事，今仔日嘛诚做阮的故事。阮伫你面前静静听，主啊，请你来，祈祷我靠耶稣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这礼拜的国外节受难周，请问你伫今年的受难周有甚物真特别的属灵？会感动，也是上帝所予你的欢喜。照着咱的教会、咱的传统，咱伫受难周，咱对拜一到拜六，咱拢有祈祷会。所听兄弟姊妹伫即礼拜，即个受难周中间，你敢有拍开你的心，把你的时间安静来对耶稣祈祷？若有迄个感动，愿你亲像今仔日的见证，这个主角叫做革流巴，愿咱兄弟姊妹，咱来听伊的见证。也愿上帝所予恁的感动，伫即礼拜无停止，因为过我的主耶稣，毋是干那停留伫迄一日，后来伊阳光就天，伊嘛想事圣神。兄弟姊妹，咱咧过即个2000年前的节期，这是一个真稳定的日。亲像咱所念的今仔日的圣诗第2首诗，恁敢若念圣诗，检在你毋知影。咱真无简单的人唱即条圣诗，因为即条诗歌是差不多600-700年前的圣诗，是当时正教会咧念的列丁语的圣诗。这个歌词后来到300年前，才互一个感动的基督徒，将迄个歌谱，甲伊写做今仔日咱所唱的第2条的圣诗。就亲像安尼，咱甲600-700年前的圣诗的作者，以及甲2000年前的今仔日的路加，以及这个革流巴，但跨越时空。伫咱安静的时，咱咧发出咱的祈祷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你互迄个革流巴所得着，看见国我迄个欢喜，今仔日你嘛想说我。兄弟姊妹，咱做礼拜听讲道、读圣经，拢是咧定心反省咱伫生命中间的需要。咧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想到圣经中间有一句真水真悲情的一个圣经节，就是写伫以赛亚58章第5节。伊讲：你的上帝无欢喜，看你头犁犁，亲像一蕊高大的花。这就是今仔日的题目，因为革流巴甲伊的兄弟，因过了受难周，对迄个中秋节受难周一直到国外的主日，因拢停留，因拢留伫耶路撒冷。所以革流巴听到玛利亚因咧讲起耶稣国外，
因就一群人做伙撞去亡灵，叫刘邦嘛是其中的一个人。但是当因到亡灵的时阵，迄个梦是空空的，所以真实际。因为伫受难者迄3日中间所看到，迄个惊吓艰苦，因亲目睭看到罗马的钉啊，用迄个遐尼长的钉啊，对耶稣的骹手甲钉落去。看咱咧看电影影片无共款，迄种的震撼的临场感，是因的感觉对心中毋甘。所以今仔圣经路加24章是咧讲起，叫刘巴因带着忧愁，满面的忧愁、伤心，离开因对耶稣敬拜耶路撒冷。圣经讲，因要去一个所在叫做以马忤。其实以马忤就是革流巴的故乡。圣经讲记载讲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庄头离耶路撒冷25里。那用咱今仔这个换算，就等于咱到宜林15公里、12公里。因为犹太人的这个礼数，甲咱的礼数当地无共款。所以革流巴是对耶路撒冷，因要倒去伊的故乡，因为因感觉所渴望的耶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。原来伊只不过是伫历史的中间的另外一个先知，伊嘛死啊！所以革流巴就要倒伊的故乡。今仔故事就发生伫这个路中，就亲像咱伫人生的过程顶悬，咱嘛咧行天路。兄弟姊妹，你的信仰有真做你真正经历的深信吗？一个基督徒若永远用听讲道、读圣经，永远用想的、用领受的，毋是真正甲耶稣做伙跟我伫这个以马忤的路上。这个信仰白正对一个活泼、火热、拍死无提这种的信仰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犁头失志，对今仔日结束，因为你已经救我。兄弟姊妹无遐尼简单啦，因为咱人生中间常常嘛会拄着失志，但是今仔日是一个决志，咱甲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，每一礼拜我拢要重新受装备，我拢要重新得到救我，真做一个有活力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这是牧师邀请恁，今仔日来听这段圣经，来听这个见证，来听这个革流巴的故事，然后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伊有的，我嘛要有。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到阮中间，甲阮大大细细拢讲，愿恁平安。愿天要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回想伫咱人生中间所拄着的艰难挑战，咱无人毋捌拄着这种的艰苦，硬到要死，烦恼到要死，白白的艰苦忧愁。今仔圣经讲，头壳累累，亲像一蕊高大的定心花。以赛亚58章伊所写的，其实和合本的圣经是安尼翻译讲，岂不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？伊的意思是讲，亲像弹头的芦苇啊，芦苇伫圣经中间常常出现，就亲像这段圣经讲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。兄弟姊妹，芦苇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定心草。为什么？两个理由。第一，伊就是芦苇的草，伊会开花；第二，伊的心，这个芦苇的心，伊若将外口的青色的皮给拔掉，伊成做一个白白一条心。这条心拍打了后，就是犹太人因咧点定火迄个定心啦。所以这个芦苇的草，佫一个名叫做灯芯草。
汉药内底用灯芯草咧治红婴仔半暝青囝妈妈号，灯芯草抓水，互囡仔啉啦。圣经以赛亚讲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意思就是这个芦苇草若去拗着，咱的主人嘛唔肯将伊家伊单掉，因为伊有缘会当扒开拍打，真侪点点的定心，所以就真侪一句鼓励安慰的话。咱来读这段的话，伊讲苇子，苇子就是咧讲芦苇的意思。总是另外一个翻译，互我伫灵修的中间得到足大的欢喜，就是伫现代译本中文的另外一种的版本。恁有的人是摕中文现代译本啊，伊的翻译就是垂头丧气，像快凋谢的花朵。也这句话敢是形容甲非常的贴切嘛？咱有当时啊拄着困难，拄着不如意，拄着人际关系的伤害，咱会感觉犁头失志，什么拢懒洋洋，无想要做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保守的中间，我无搁再食做一个犁头失志的人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食做一个常常欢喜、常常祈祷、常常有愿望的基督徒。愿咱的主耶稣今仔日已经够我，所以伫这种的感动，读今仔日的路加第24章的诗，我嘛犹原想到大卫伊怎样讲？伊讲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耶和华甲我伫地。阿免嘛，兄弟姊妹，咱共同深信的，这个看不到的上帝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。就记得伊有应允，无论咱人生拄着心中的情境，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。愿主甲咱讲话，互咱就今仔日过我的日。咱会记得咱主耶稣今仔日甲你讲，我的查某囝毋通失志，我知你真艰苦，我的囝子毋通失志。我知影检查你卖你拄着超过你的能力的重担，但是会记得迄个拜四的阴暗，伫克西马尼园的时，我嘛捌艰苦甲祈祷袂落去，甲天父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的心白白艰苦，用要死。主啊，若通互即个杯离开我，恁会记得迄个故事吗？愿主安慰你讲：我的囝儿，我知你的轻重，无论你拄着心中的艰难，今仔日我要将我的平安带互你，因为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，我要将我的平安放伫恁的心内，互恁嘛赢过这个世间。兄弟姊妹，做基督徒最大的快乐，就是去经历到。咱怎样用主的权能甲平安赢过这个世间？然后咱对心中真正自然而然唱哈利路亚。我唔知恁什么时阵会大声喊哈利路亚。差不多4-5年前，甲江医师阮去缅甸这短宣医疗短宣，我看到咧阿婆规支喙拢剩迄个齿头。就是喙齿顶管拢绑了了，剩一支牙根掉伫伊的喙啊！真诶，规喙拢总是咧疼，整起来牙龈咧整诶喙齿。爱记甲江医师比遮甲比啊几啊支哦，然后江医师甲伊注麻下了后，甲第一支诶喙齿头来揪起来。伊也无咧管伊是毋是规个喙拢喙烂甲老血。马上大声喊哈利路亚，然后交代江医师讲，全部拢甲我慢掉。江医师讲袂使啦，一届会当歹2支，因为超过坐即个人，有可能咱明仔载无伫遮的时，伊若出血
会有危险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嘛将迄个咱的艰苦痛痛，甲咱摕掉。可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静静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恳求伊帮助咱，因为互主耶稣基督搁我的信心，今仔日嘛要互咱得到搁我的开展，你相信吗？这是保罗伊所记载写伫罗马书第8章11节，伊讲愿互主耶稣基督搁我的信心，嘛互咱搁我。咱做基督徒，毋是了尾仔，毋是衰尾人，咱应该袂使犁头失志，反倒当咱应该爱充满勇敢壮胆，抬头挺胸，好不好？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虽然检查咱嘛有缘的流目屎，但是咱徛伫主的面前，有缘勇敢壮胆，抬头挺胸。咱甲主讲，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境遇，我要向前行，因为行到迄个路口，主你的确为我开门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即个我的日，伊互哥留巴即个人，伊讲心灰热铁的圣性的充满，今仔日就降临伫咱的会中，互咱听的人就得到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恁今日到了毋是干那听牧师的广告书、读圣经，上好恁今日用暗对了，对24章的第1节读到49节，拢规章拢有读好，因为规章的完整，才故事才有结束。因为迄个中间温藏着一句话，伫今仔日咱的词汇无读到的，就是主耶稣应允。圣神要降临伫正人的中间，所以就是搁活者了后个月5月底，咱有一个叫做圣神降临节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伫这段受难周，你无什么特别的半时间，你会当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搁活迄个受难周，甲迄个圣神降临节，你得主祷告。主你受难周，我无特别的感动，但是我要听，我要恳求你，互我有圣神充满的祝福。所以咱来回想，这个住伫以马忤这个革流巴，为什么这个人的名是两个人中间敢若写伊的名咧？一定有真特别的意思。伊咧讲起伫路上，因对搁我的主日了后，因走去望人看无着耶稣。因真失志，所以后来因就要对因的故乡以马忤。两人哪行，两个人伫迄个中间咧讲起一礼拜所发生的代志。后来耶稣鼓伊，要医治，要安慰，要坚固这两人的信心，所以耶稣来甲因同行天路。这嘛是好，亲像甲咱讲，今仔日咱做礼拜的事，耶稣嘛甲恁讲。我来到德堂教会，我要甲德堂教会大大细细每一个人拢做伙行恁的天路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耶稣讲咱的头盔。耶稣甲因问讲，顶发生啥物代志？这两人就开始伫咧讲，讲你敢毋知影吗？你嘛是对耶路撒冷来啊？你敢毋知影这礼拜内底伫耶路撒冷发生大大细细的代志？这两个人开始甲这个耶稣讲，哎，来甲耶稣甲这个耶稣讲，耶稣是什么？伊讲这个耶稣是一个先知，是阮历代祖先所期待仰望的迄个弥赛亚。伊讲道真有开力，伊会当行新约技术。总是可惜，伊死啊！兄弟姊妹，你所信的耶稣是搁我的耶稣吗？也是只有你伫苦苦的听候另外一个先知尔？反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回想耶稣伫以马忤的路上，伊为革流巴做了什么？
注意想，因为耶稣为革流巴所做的代志，耶稣嘛为你做。所以咱读圣经是最咱的利益，咱读圣经是最咱的利益。耶稣为革流巴所做的所有应允、所成就的生命改变，拢是为咱做的。耶稣到底做了什么？垂头丧气，耶稣要让这个人改变。虽然你人生中间有失志，有软弱，有孤单，有对家己不满。对家己信心充满犹豫，这个耶稣要改变咱。耶稣鼓励因的生命，互因无搁再垂头丧气。所以咱读了这个故事，咱应该讲阿门。主，我做你阳光的学生，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无应该垂头丧气。无论这个世间怎样，我要伫你的阳光的中间，甲我一生的路回。主帮助我，伫以马忤的路上，照着圣经，这两个人家己讲，莫怪一路咧行路的时，咱的心火热，因为伫个沿路中间，因有甲人介绍伊这个耶稣，但是这个耶稣嘛，佮甲因讲上帝的话。所以耶稣用上帝的话，互因有开力。也即你会记得几礼拜前，咱捌安尼祈祷伫礼拜的讲道、礼拜的题目内底讲，求主用伊的真道，互咱有开力。恁会记得个圣经站吗？兄弟姊妹，读圣经毋是干那咧背圣经，背一寡知识，背一寡金句。读圣经最大的理由就是，上帝你的话。要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上帝，你的话要成做我的开力。伊讲莫怪，当耶稣被饼，这两人忽然目睭金圣经的故事，这是革流巴伊家己的见证。伊讲，当耶稣甲阮做伙食暗顿，伊亲像伫拜时的阴暗，伊伫马可因兜的时，伊被饼的时，迄种的动作，迄种的神情。互阮一忽然知影讲，原来迄就是拜死阴暗八饼的咱的老师耶稣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咱要受圣餐。当你摕到这个饼的时，你甲主耶稣祷讲，主耶稣求你，互我看到你。主帮助咱，这就是因的改变。伊讲伫路人，伊对咱讲解摩西五经、圣经甲先知书的时，伊开帖。圣经讲讲解圣经，意思就是拍开。亲像咱顶几礼拜所读的诗篇118篇，用主的话一开帖，戆人就得到通达，就是开帖的意思。咱的心就晓悟。主啊，以前我读遐一摆个，谁啊我该读无？但是原来当你亲自讲我听的时，我就了解，因为生命就真做火热，这就是圣神同在的应允。所听的姊妹，这个礼拜就是邀请咱用这个故事祈祷讲，主啊，互革流巴的故事，真做我的故事。主你所赏赐互因的，嘛真多关的。对今仔开始，我们马上放落一切。因当伊目睭开了后，耶稣就无去啊。当伊晓悟看去了后，伊马上就放落迄个食无了的暗顿，随时爬起来，走倒去耶路撒冷，去甲因所有兄弟姊妹讲，耶稣真正够我。毋是干那玛利亚伫梦里看到，耶稣嘛伫以马忤的路上伫阮兜，伫以马忤的阮兜内底，耶稣嘛爬饼，伊甲阮三甲伫地。愿主甲咱同在，互咱成做一个传耶稣给我信息的基督徒。
对这个时阵到咱一生的落位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恁在座每一个人，不再垂头丧气。安尼拢无一个人阿们的。我相信上帝咧对恁讲话，恁有带着一种的较无安静，所以来不及，亲像咱咧开讲啊咧。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祝福所有兄弟姊妹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无搁再犁头失钱，台湾话足水对无？头壳犁犁，亲像一只牛，犁头失钱。主对今仔开始，我要勇敢壮大，我要抬头挺胸，到我一生的路尾。无论我拄着心中的境遇，我要伫人的面前带平安，互人知。我的主耶稣甲我三脚伫地，当因来到耶路撒冷，甲所有其他的遐要搁伫耶路撒冷遐个使徒，因讲起因的见证，搁一摆将以马忤路上耶稣的故事讲互因听。这就是福音书呢。福音书毋是4本啊，哥留巴的福音书就是路加24章。遮尔短福音书就是路加24章，这就是哥留巴的这个福音书。伊搁讲一摆互因听，等于咧讲话是耶稣出现讲，愿恁平安。然后耶稣将赢过世俗关系的平安，就赏赐互万世代尊敬伊的基督徒。愿各位主耶稣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牵咱的手，好冇？所以每一摆咱敬拜时，咱真自然而然，伫你单独的祈祷的时，用主举起双手，亲像拄仔咧学行路的红婴仔，看到伊的妈妈来的时，伊的步伐蹒跚，行路袂知的时，伊就紧紧用伊的妈妈、伊的爸爸。伊举起双手，愿主伫今仔日礼拜，将各我的观念放互咱。当咱听到这个故事，一个感动，咱嘛对主祈祷讲：主，互我亲像激流巴的时，咱对心内可能有一个问题，会去问耶稣讲：耶稣，我若要亲像激流巴安尼得到你的祝福，我应该爱安怎做？也这是毋是？凭什么平白无故耶稣要去祝福这个激流巴？因为伊为着要看各位主耶稣，伊要走去亡灵；伊为着这个各位主耶稣，伊心内存一个较无的心。虽然伊有失志，但是伊有期待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问咱家己：我的生活的方式，我的信仰的态度。敢会堪得来承受这个各位主耶稣所带予我以马忤路上的应允？愿主的保护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完全洗清咱，互咱有一个意愿为主过圣洁的生活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怜悯帮助我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每一日拢亲像伫以马忤路上，求你对我讲话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伫我一生的每一日，你拢亲像各我的基督，你陪我行人生的道路。你将上帝的话开听，互我听，我就会了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我用新的眼光来看耶稣。以前我咧甲这个以马忤路上的耶稣讲：耶稣，我竟然唔知影我咧讲迄个我家己所看到的无完全的耶稣，所以我讲伊是一个先知。但是当因领受耶稣八饼祝谢了，因目睭开，因个人就认捌。以前我是用听的。但今仔日我要
亲自经历到这个国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通过圣神的帮助，通过圣经的造就，咱的生命今仔日要国话。上帝的话，互咱有开力；上帝的圣神，互咱国活起来；上帝的帮助，互咱对今仔日开始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有迄个活水江河，就是激流巴伊所得到好精神，不管是活跳跳，毋是死气沉沉。熬肚骨，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，我听到啊！今仔日原来路加福音这个故事最后上要紧的重点，是伫24章49节上尾一节。因为耶稣不但甲激流巴讲，我要享受圣神。伊嘛甲逐世代的教会讲，我要享受圣神，恁着听候备办对天顶降临的圣神。愿主帮助咱，搁偌济无结束，天天与复活的基督同行，日日甲搁我主耶稣同行，听候伊所应允好事即将来临。就是这个天父上帝的圣神，要伫恁敬畏伊的时，伊降临伫恁的生命中，伊确实已经降临伫咱的中间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的生命日日搁活更新，有清洁的心，有正直的心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神耶和华阿爸天父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愿少年伫以马忤路上国我的耶稣，怎样更新伊的学生的生命？愿强读这个故事，听这个见证，愿对心中对你讲。阿爸天父，我嘛要领受这种的祝福。愿你的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这个时阵，阮准备要领圣餐，恳求你来到阮的中间，恳求你亲自擘饼，互阮每一个人领受。我领受你得胜，搁我的活命了后，我的人生无搁再软弱。求你坚固、医治、透放，互每一个伫你的面前通过领圣餐的阮的兄弟姊妹，因为生命得到丰盛。荣耀的主，请你来，愿听候你，祈祷奉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